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用歌声、用信心来赞美他。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你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掌管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配，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掌管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再次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掌管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是的，主啊，没有人可以与你相比。
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一起来唱，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一起信心的来开口，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将刮风吹浪平息，大能赦罪心生气，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将刮风吹浪平息，大能赦罪心生气，耶稣无人与你相比，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主啊，你是配的，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主啊，全部都归于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重和赞美，你是配的，主啊，你是配的，主啊，万物都要来敬拜你，万物敬拜你。主啊，你听见我们的敬拜声，我们要来大大的来开口，大大的来充满，主啊，你的灵就在这里。大大张口，
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敞阔，大大充满。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
配得我们的尊崇和赞美的神。主啊，万物都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唱出真实的敬拜。我们请他大大来开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主耶稣，我们欢迎你，欢迎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全心全人、全心全意的敬拜。我们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主悦纳我们每一位，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生命。虽然我们有不配，虽然我们有不足，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跌倒，但是你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再次靠主得到刚强。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话、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被更新。孩子们献上感谢、祷告、敬拜，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你坐下以前，跟你旁边说：上帝要大大的充满你，上帝要大大的充满你。请坐。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进入新的讲道的系列。那这个讲道系列呢，叫做充满我。好，请大家说一次充满我。你觉得你被什么充满呢？眼睛一闭起来，你会看到什么？看到眼睛闭起来可以看到牧师哦。好，那你被牧师所充满。好，如果你眼睛闭起来呢，想到是你吃的东西，你就被吃的所充满。你眼睛闭起来呢，好，是你的手机的画面，就被手机充满。眼睛闭起来呢，是被一份爱，好，被祝福充满。好，
那你就是充满在爱跟祝福当中啊。那我们要来透过摩西的诗篇90篇后面的91篇15、14、15、16这3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诗篇91篇1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说：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好，请姐妹来读15节。16节，请弟兄来读。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那在充满我的信息当中呢，是从复活节之后2个礼拜前，我们庆祝复活节。而复活节耶稣复活了，那我要问的是，耶稣复活之后，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你觉得耶稣复活之后，大家要做什么？就 happy ending 吗？或是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不是。那复活节之后，你觉得什么事情是我们接下来 What is the next 呢？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复活节后面的叫做圣灵降临节。好，请大家说一次。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有几天？7、7、49天，中间有49天。所以圣灵降临节呢，是耶稣复活的第几天？第50天啊。好，所以古人呢10，每一个10叫做旬，好旬，所以5个10就几旬？5旬。好，所以我们圣灵降临节又叫什么节？5旬节，就是复活后的第50天啊。所以这50天就是呢，上帝在预备我们，预备他要带领我们的生命，从耶稣复活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年的圣灵降临节呢，是在5月份。好，那在这当中，牧师会有5次的分享啊。从今天开始，好，叫做充满我1，好，分享专注。下礼拜呢，分享接纳。下礼拜呢，行动。再来是成熟，再来是尽责，好，责任。而这好像一个阶梯呢，当我们耶稣复活之后，怎么样能够透过这5个阶梯，50天当中，好，49天当中，我们能够领受圣灵呢？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叫做什么？专注哦。好，不晓得你这个礼拜当中什么事情让你最专注？功课，好，你是最专注在功课的，请举手。好，你专注在工作的，请举手。专注在打电动的，请举手。专注在吃美食的举手。专注在读圣经的举手。每个人呢有不同的专注。你有看到这张图是一只什么？老鹰啊。好，我们来看一个影片。好，这个是老鹰。好，老鹰呢，好，它在飞的影片哦。可以吗？好，你知道老鹰的视力是人类的几倍？16倍，太多了哈。4倍到8倍，好，4倍到8倍。一只老鹰呢，好，你的手机呢，好，那个距离可以放到几倍？好，光学，好，3倍，好，大概一般的手机现在光学3倍啊，但是老鹰呢，比你的手机的光学3倍呢，好更高，好，直接从4倍起跳，甚至呢可以到8倍。好，那这个是那个锐步，好，红牛呢，好，他们做的影片，好，他把那个摄影机呢就装在老鹰的背上，让我们来看一看老鹰在高空飞的时候呢，它到底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很多的老鹰，很多的鸟在飞。你可能看到很多的山顶，看到了很多的山谷。然后呢，你可能要寻找这只老鹰，它在找什么？找食物。那有没有看到食物？它可能在寻找食物。一只老鹰呢，好，大概我们的人的视力，好，看100公尺。100公尺大概就是视力非常的好，有的时候我们开车追公车，好，那公车几号你都看不清楚。如果你可以看到100公尺呢，对一只老鹰来讲，它可以看的是1000公尺，1000公尺的距离，就是呢，它可以看到1公里以外的东西，甚至呢，它可以从这个高空呢，直接俯冲，看到猎物躲在树丛、在草丛、在森林当中。
这个就是一个老鹰，好，它的视觉。所以科学家去研究老鹰它的眼睛呢，旁边呢跟我们人类的视觉是一样，可是它特别是在瞳孔的中间啊，它瞳孔的中间呢，啊是有这个聚焦、放大，好像放大镜的效果，它能够从好几公里之外呢就看到猎物哦。好，这就是老鹰。所以专注呢，好，就是你的视力，好，你的专注要像老鹰一样，好，跟你旁边说，你的专注要像老鹰一样。要怎么样专注像老鹰一样呢？那就是希望透过今天，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专注能够像老鹰一样。但是我们要先问的，为什么我们不专注？按照这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对人类发展的调查呢，一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他的专注力可以多久？15分钟，好，15分钟，好，就15分钟，他可以是他专心的时间。第16分钟开始，他怎样坐不住了？所以你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呢，大概你要讲几分钟之内？15分钟。可是呢，随着年纪越大，他的专注力可以怎么样？越提升。所以如果你是3、4年级的，专注力可以到几分钟？20分钟。那你高年级呢？30分钟。好，如果你上了国中呢，你的专注力应该可以维持到多少？30分钟以上。好，那你在做事情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同一件事情，写功课、写作业、读书，你可以连续50分钟、1小时以上，有没有过？古人说这叫做废寝什么忘食。你可以专注好在这件上面，但是呢，我们的专注力呢，好随着社会呢的变动呢，提高还是下降？下降。好，而且呢，为什么大脑常常说他的脑袋有雾呢？就是他会失神，没有专心，他的专注力下降，健忘，他的记忆力下降，迟钝，他的思考，他的理解力下降。我们有几个原因，当然这个专注不专注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在这边挑几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叫做快感回路的制约啊，快感回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脑被3C、被影音训练的强烈的刺激。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你就会觉得这样很无聊。所以你平常喜欢玩这个赛车游戏的，然后你在车上真的开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开车怎样？很刺激还是很无聊？很无聊，因为呢，那个电动的赛车呢，每个都是时速200、300起跳的。那在路上开车呢，可以开多久？开多快？开60，开80可能就会超速了。所以你就会开始大脑呢习惯了这些的强烈的刺激，所以对于日常平常你的这些的生活，你就觉得无聊。但是不仅是这样，如果呢有时候你在电脑、手机接触的这个声光，或是影音，或是你听的音乐是重金属的、摇滚的，节奏很强烈的。但你听到古典音乐，你就会怎样？就会开始打哈欠，就会开始想睡觉。牧师在开车的时候呢，都喜欢听什么音乐？我都喜欢听古典音乐。圣诗还好，我比较喜欢听古典音乐。听古典音乐开车会让我怎样？觉得呢精神都来了。我不晓得，但是呢，有人听到古典音乐的时候呢，你会越听着开始就放松了，就睡着了。但是这个是一种训练，不一定要靠重金属或是摇滚音乐啊。快感回路呢，会让我们的专注力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品质，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力，还会影响一个孩子的语言表达。这个心理学家呢，去研究孩子呢盯着3C呢，你想说我可以看手机看2个小时都不停，这样是专注吗？其实不是，他在吞吃你的专注。当你在3C的时间越久呢，你的大脑越没有办法顺利的执行，所以就变成有看没有到，有听没有懂。你的看跟听呢，都已经被制约了，都已经被麻木了。所以这是2019的研究，研究脑波呢，就是两群的孩子分裂，一群呢是跟着荧幕3C，一群是跟着真人，同时在读故事或绘本。结果呢，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发现跟着真人，有互动有回应的，他们的专注力、视觉注意力呢是提升的，而且呢，他们的回馈呢是有良性的。
可是如果是跟着电脑、跟着3C、跟着荧幕呢，好，它对他来讲就是平平啊。所以你参加礼拜，好，如果都是线上礼拜，好，然后都是网络礼拜，你只是盯着荧幕、盯着手机、戴着耳机在听讲道，想说这样也是在做礼拜，好，但是你跟坐在这里做礼拜有没有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真实的互动是很重要的，而很多的孩子静不下来，好，就会变成过动，好，过动呢，好的原因有很多，好，因为呢，他需要更多的刺激，他需要呢，好，有更多的制约在他的身上，所以呢，就会变成注意力不集中啊。所以将来各位弟兄姐妹，好，现在你年轻，或许将来你会成为爸爸，你会成为妈妈，你要知道怎么样帮助你的孩子好能够专注力。同样好，你现在有好的专注力，跟你的爸爸妈妈小时候怎么样带你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你不要想说你的专注力是天生的，你的爸爸妈妈从小到大跟你的互动，跟你的这些的沟通，好，其实也是让你到今天有好的专注力，或是专注力不够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因为我们大脑的分泌呢，这些的多巴胺呢，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专注。当你没有办法专注呢，你的情绪就会上来，所以你的可能就会易怒，就会脾气，好，甚至你没有办法克制自己。这一切呢，都会影响我们。所以过动呢 ，ADHD 呢，好，每天使用3C 2小时以上，好，它的这个过动的症状呢，就会呈现一个曲线的上升啊。这都是在6岁以前啊！你说我现在已经不止6岁，我都已经26岁了。就算你26岁，但是你的情绪会不会受手机的影响？还是会啊。过去牧师也是很喜欢滑脸书啊，用脸书。好，我有分享过。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喜欢用脸书呢？因为我发现看脸书呢，心情会被怎样影响？被影响。本来你没有去想要影响你的情绪，可是你看到别人哇很开心的事情，你会不会开心？一方面真的是开心，但是你看到别人有时候呢 po 得太开心，你会怎样？变成你不开心。好，别人吃好吃的，为什么没有吃好吃的？哇，别人去哪里玩，为什么我不能出去玩？就开始会变成一种比较。所以你看到在网络或是看到这些脸书的朋友上面呢，哇，他们有很多的食衣住行娱乐，你会发现这些真的给你太多的影响，好，而且不是你预期的。你的心情会被起起伏伏，好，到最后呢，好，干脆少看为妙，好，少看为妙。而除了专注呢，好，我们被制约之外呢，我们的思考结构呢也被影响，变成什么呢？碎片化，好，碎片化。下面这一些的社群媒体，好，你有用几个？每个都用，用最多是哪一个？脸书、IG， 好，或是抖音。这一些或是你现在用其他的，好，还有用其他的嘛？这一些呢，好，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抖音好？抖音呢，它就是用15秒的影片，把 YouTube 活生生的挤下来。好 ，YouTube 呢，好，想说人类的发展会喜欢看5分钟、25分钟的影片，结果没有想到抖音呢，它逆向操作，它又用15秒的影片。15秒的影片里面呢，就有起承转合，就有故事，但是呢，这也改变人类的思考结构。所以你以为你看完一个影片，可是你的思考呢被碎片化。啊，这个礼拜我带允田去看，陪他去看牙齿。好，去牙齿之后发现了一套漫画。好，这一套漫画叫做什么？灌篮高手。你有看过请举手。好，很多人都有看过。你有全部看完请举手。啊，全部看完，哎，不多哎。好，那个医师呢，牙医师呢，哎，他有整套的。好，所以呢，我就去看了最后一本哈，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看完最后一集哈。看完之后又回忆起《灌篮高手》的这个年代，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会看整套的漫画？今天的孩子，今天同样年龄层，在你看漫画的年纪呢，已经越来越少的人会想要看整套的漫画。那这一卷书有看完的请举手。《哈利波特》1个、2个，只有3个、4个，好，请放下。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完，虽然这本书呢卖得非常的好，可是呢很少人能够把它看完。那再来这一套书，好，有看完的请举手。啊，金庸的武侠小说，有2个人，啊，很多人觉得很好看，可是呢没有办法看完。那再来这一套书，你有全部看完的请举手。2个人举手，好，这套书什么书？
圣经，好，圣经，好，其实呢，圣经呢比哈利波特还少，可是为什么你看不完呢？因为我们的思想结构好已经被碎片化。你读圣经呢，好，你只挑其中的一节，只挑其中的一段，可是你没有办法消化吸收整本的圣经。所以这也是牧师好成为牧师好这几年来好最大的学习，怎么样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读圣经？你觉得一本圣经要多久可以读完？1年、2年、3年还不一定读得完。好，对很多的教会的牧师来讲，可能20年的时间，或是牧会在一个教会牧会40年的时间，有没有带会友把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不多，不多。所以我的期待呢，是希望能够在教会牧会期间，能够带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什么年纪，大家都可以来读圣经。好，你跟你旁边说，圣经是为每一个人写的，圣经是为每一个人写的。我们要有专注力，好，在圣经上面，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受了什么影响。所以我们失去了专注，好，因为我们喜欢刺激，好，快感回路的制约，我们的思想架构呢变成碎片化。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个 FOMO， 好，错失恐惧，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别人都有，我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大脑呢，好，就会活在这样的惧怕、恐惧当中。大家都有台积电的股票，只有我没有。然后呢，你就开始这样，把你原来想要做的事情就忘记了。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有一个农夫，他很开心，每一天的去耕田。但是这国王呢，他有金山银山，可是呢，他总是不快乐。他看到这农夫这么快乐，他就很嫉妒，他就说：“来人呐，到底为什么这个农夫这么快乐？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要那么快乐呢？”这个大臣呢就想说：“国王啊，你呢就给这个农夫呢，给他99两的银子，他就会不快乐。”这个国王想说：“他这么快乐，我再给他99两的银子，他不就乐得飞上天吗？”好，大臣说：“国王，你就试试看吧。”这农夫呢，果然就收到了国王99两的银子。当他收到的时候，开不开心？开心。可是农夫就怎么样？他想说：“哇，我现在有99两的银子，接下来呢？”他需要什么？100两的银子，需要100两的银子，所以他就会怎么样？想办法去赚1两的银子。过去他可能为了1两的银子呢，他对他来讲不是他的目标。现在他为了赚这1两的银子，他就开始了努力，好，加班工作。当他开始有了100两的银子之后，他就怎么样？开心了。我接下来想要多少呢？500两的银子。然后呢，赚到500两之后呢，就想要1000两。最近我也看到一个影片，说你要财富自由，你要从存多少钱开始？他说有6个数字，第一个数字1万块，你的身上要随时有1万块。好，我不用教你举手。当你开始拿得出1万块出来，好，就是1万块你都可以随时拿出来。你的下一个目标是多少？10万块，好，10万块，就是你的身上随时都有10万块可以拿出来。再下一个目标是多少？下一个数字30万，好，30万。当你开始身上随时都可以拿出30万的时候，这就是你人生开始要进入财富自由的关键。然后呢，他就说，很多的人呢没有办法走到第3关。当你有30万，好，随时都有30万，你就可以用这30万怎么样？好好的理财，好，学杠杆。然后第4关是多少？对，100万。当你有30万，100万会不会很难？就不会很难。然后100万，第4再来第5关是多少？500万啊，500万。当你开始有100万，好，第5关就是500万，好，就不远了。当你有500万之后，好，下一关呢？1000万，好，你随时都有1000万，好，现金，好，或是你的储蓄可以去运用。我们好的错失恐惧，常常会在于人家都有，但我没有。然后呢，我也要跟别人一样，哇，他都穿 Nike 的。穿艾迪达的，好，他都穿好这个名牌的，我没有。我们呢就会开始我们的专注力，我们的生命力就会被吸走了。所以如果我们不专注，其实你是损失啊。这一张图你看到什么？这张照片你看到什么？人群很好，还有呢，雨伞、山，好，看到不同的人，好，这国籍，好，这张我请 AI 帮我画的。
我请他画一个十字架在中间，然后但是呢，我跟十字架中间有很多的人，走来走去，让这个十字架变得模糊。但是呢，我看刚才一开始就有人看到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要专注的目标。可是我们的人生呢，常常会看到什么？各样的人，看到教会各样的人，结果呢，你只有看到人，却没有看到十字架。如果我们不专注呢，其实我们呢会影响我们的思绪，影响我们的情绪。因为专注好的人呢，思绪呢会稳定，他的情绪会稳定，学习力会提升，工作效率会提升，而且呢，他的挫折感会减少，他的时间的掌控度会好，而且呢，他不会去拖延，他能够与人聚焦，能够提升沟通力，这是专注带来的好处。可是反过来，当你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会一点一滴一滴的流失啊。而专注呢，真正让我们流失是什么呢？专注让我们流失的就是聪明过头，使我们怎么样？忙碌过头。请大家说一次：聪明过头，使我们忙碌过头。在你的一个礼拜生活当中，忙不忙？现代人非常的聪明，可以一心几用。一心不只是二用，你可以一边戴着耳机，然后滑着手机，然后呢再打着电脑，然后呢还可以呢一边吃东西，一心可以多用。但是我们要讲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呢，他可以过得很忙碌，但是他有他清楚的目标。圣经有一个故事，就是一对姐妹马大和玛利亚。这个姐姐呢，她又要接待耶稣，她又要来请很多的客人。然后呢，他又希望能够服侍神、服侍人，可以呢得到大家的喜爱。可是他的妹妹呢，却选择什么？耶稣说，他的妹妹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专注就是在一件事情上面，能够把它做到好。跟你旁边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把它做到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把它做到好。有的时候我们是以为，有做。我们有来做礼拜，但是你来做礼拜有没有品质？有没有把它做到好呢？还是你只是有做呢？写报告，我有写有交，但是你有没有全力以赴呢？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啊，这个也做了，这个也做了，这个也做了，可是聪明过头，忙碌过头，最后呢，全部都没有做到好。而我们也有的专注，就是我们可能会专注在世界。如同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生命，赚得全世界却失去生命，有什么用处呢？一个人他赚得了飞机，赚得了跑车，赚得了邮轮，赚得了环游世界，可是呢，他的生命却该结束了，甚至他的生命仅止于此。就是在这世上，不管是50岁、60岁、80岁、100岁，这生命就结束了。这样真的满足了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专注力呢，是当他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搅扰当中，各样的搅扰，有的人想要追求那个，有的人想要追求这个，可是呢，他的目标呢却很清楚。所以，如同保罗他所说的，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专注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会因为他身处在任何的卑贱或是富足，而他就心情起起落落，而是他能够专注啊。所以，当我们被世界活在世界，这礼拜要考试，下礼拜要模拟考，接着要考高中，接着要考大学，接着要考硕士，考研究所，考教职，要考什么考什么。你的人生在追求这一切的时候，但是有没有比这一些更值得专注的事情呢？当你要追求升迁的时候，有没有比这个更需要你专注做好的事情呢？会是什么呢？而最后，专注呢，是指有一群人，他们一天到晚喊说主啊主啊，可是耶稣说，这样不是每一个喊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也就是说，有一群人聚会，该聚会都会来，该读经会读经，该祷告会祷告，
可是呢，他们因为专注于其他的目标，到最后人生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进天国，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拿到入场券和门票。圣灵充满的人，圣灵会在你分心，想要去爱世界，去爱金钱，去爱虚荣的时候，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发出微小的声音啊。圣灵是什么呢？罪是什么呢？罪就像是这张图，罪就是你射箭的时候没有怎样射中那个靶心。我们的人生的靶心，那个 target， 那个目标是什么？给大家10秒钟想一想，什么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你的人生来到世上，70岁、80岁、100岁，可是哪一件事情最重要、不能没有的目标呢？如果没有这个目标，你的人生就白来了。而那个就是我们的 target。圣经原文用没有射中目标来形容罪这个字，就是当我们开始活在罪中，人生失去目标，失去盼望，而这就是你的人生当中的罪啊，人生当中的罪。所以在罪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听那些微小的声音，听见说：“哎呀，你现在这样子走下去，你会离神越来越远。”在过去牧师担任青年牧师的当中，也看过很多的年轻人，也栽培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也不是我栽培，是看见上帝栽培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在教会里面，又能够弹琴，又能够服侍，又能够带小组，又能够读圣经，前途一片怎样看好。可是呢，当他开始随着他的年纪增长，进入了社会，然后甚至结了婚，然后呢组成了家庭，生了孩子，就离教会怎么样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甚至呢不再读圣经，不再来教会，然后呢连他的孩子、他的家人也都没有来教会。这样的人多不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怎么办呢？牧师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哇，好像这个发芽，然后呢结实非常的快，1、20岁才读高中生，大学生，哇，就非常的爱主。可是到20、30岁的时候呢，就渐渐冷淡；到40、5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怎样？冷淡后退。然后到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已经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远。这都是罪，让我们的人生最后的目标怎么样？就偏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思想你的人生，你现在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今天你还愿意花时间礼拜6的晚上来聚会？那你在70岁的时候，还会不会这样子愿意花时间来敬拜神呢？在你80岁的时候，还会不会愿意花力气来服侍神呢？有时候牧师看到这些在教会参加台语礼拜第一场礼拜的长辈，他们呢不畏风雨，不畏刮风下雨，或是天气寒流，他们呢一样会来敬拜神。然后呢，就算他们腰痛，走路很慢，然后呢那个修看，就是互相牵。有时候我真的看了都很舍不得。虽然他家走来教会很近，我们一般来走大概10分钟。他大概要走半小时，然后他说走半小时还不够，他还要比平常提早2个小时起床。他说，他的先生说，平常都睡到10点多，可是为了要做礼拜，他都要6点多就要起床，因为8点50要来参加礼拜。这是一种专注，这是一种努力，是一种态度，到老都不偏离啊。腓立比书3章13节到14节，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后面你接得出来吗？就是忘记背后，然后努力面前，然后向着标杆直跑，直到得着那从天上招我来得的什么奖赏？ reward， 就是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有一个 prize， 有一个 reward， 就是有一个奖赏。这就是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他的奖赏不是一个大学文凭，他的奖赏也不是一台跑车，他的奖赏也不是一栋豪宅，他的奖赏有比这些更重要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为了基督把万事看作粪土，把世界上各样的事情看作是没有价值的，而为要得着一件事情。得着谁？耶稣。得着耶稣。原来保罗他的专注就是要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好，对你自己说，我要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我要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你要读圣经呢？因为我想要更认识耶稣。为什么你要参加礼拜呢？因为我想要追随耶稣，跟随耶稣。为什么你要好好的祷告，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参加 A1、A2 的造就课程呢？因为我想要学像耶稣。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耶稣活在我的里面。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提升我们的专注力，这些呢都是网络上面你可以去找到的。你就是要调整你的呼吸啊，就是要开始分配你的工作啊，调整你的思绪。好，然后呢做25分钟，休息5分钟，再做25分钟，休息5分钟。好，特别现在准备要考会考的，要考学测的，好，现在没有学测要考统测的，好，你要考研究所的，好，你可以用很多，好，就是让你自己更专注。其实像牧师也很需要专注啊，因为呢，有时候呢，你现在用手机工作很方便，用平板工作很方便，可是你用手机工作，那个讯息怎么样？一进来之后，你本来专注力是在你的手机的工作上面，可是一个讯息进来，哇，就怎样？哎，谁突然找我，或是谁留了什么言，然后就怎么样？不小心就打开，打开之后呢，等到你要回来这个工作的时候，过多久了？你都忘记过多久了，而且你也忘记你为什么要专注在这边。有时候专注，你反而在一个没有人、没有3C、没有网络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鼓励人去避禁，就是不要带手机。进去的时候呢，手机先交出来，或是把它关成飞行模式。你也可以透过这样子，让你在工作的时候，让你在学习的时候，让你在灵修的时候呢，能够专注。这是我们的专注力。但最后，我们要从今天的诗篇来分享，怎么样可以提升我们专注。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1篇14到16，刚才读过，我们再读一次，请。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里有4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可以专注的 focus 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的身上呢？第一件叫做专心爱主，请大家说一次。好，当你专心爱主，神就要搭救你。所以在耶稣的身上，你要怎么样能够专心的爱他？我们透过唱诗歌，透过读圣经，透过礼拜，透过服事，透过做的每一件事情，专心爱主。第二件事情叫做认识主名，请大家说一次，认识主名。你要认识主的名字，你就要好好的认识到底耶稣为什么他叫做好牧人。我们在约翰福音最近读完的约翰福音，耶稣讲到7个我就是，7个 I am， 你还记得吗？有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7个我就是？我就是道路，很好。还有没有？真理，还有没有？好，道路、真理、生命是同一个。还有没有？天上的粮非常好，2个了。还有没有？羊的门太厉害了，再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你在听讲道有没有专注了，因为这已经是大概半个月前的事情。还有呢，我就是复活，我就是葡萄树，我就是生命，我就是世上的光。7个我是，就是你要怎么样认识耶稣的名。所以如果你这7个你讲不出一半的话呢，表示你的认识的功夫够不够？还不够。
好，你就需要怎么样花时间。第三个，你要怎么样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呢？就是要求告主名。大家说一次，求告主名。当你认识耶稣，你才知道耶稣到底有什么本事，耶稣有什么样子的能力，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求告他，把耶稣的名字搬出来是有用的，因为你认识他。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就根本不会想要找耶稣，你会去找谁？你会去找 AI， 你会去找心理咨商师，你会去找你的老师，你会去找你的麻吉，你会去找你的这个老板，但是你会去找牧师，但是你不会想要去找耶稣，因为你还不够认识他。当你认识他，你就会知道耶稣他有这些的能力，不是别人可以做的。他可以使瞎人看见，使瘸腿行走，使水变为酒，使无变为有，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可以看到耶稣可以做各样的事情，这一切无人能像他一样，无人能及，所以你就会凡事都要来寻找耶稣。而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荣耀主名，请大家说一次，荣耀主名。当你专心的爱主，认识主名，求告主名，而神说他还不仅要救你，还要使你尊贵。16节还要使你长寿，使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地上的日子，还有天上的日子，使你有今生，有来生，有永生，这叫做 long life 长寿。而你的生命就是显出神的救恩。你的生命会像是马街，像是马雅各，像是这一些伟大的宣教师一样，死了之后，马街只有活59岁，59岁在今天来看很短很短暂，可是有没有人忘记马街？没有忘记。160年后大家还在记得他，100年后还在记得他。耶稣在世上的生命来看只有33岁，33岁对比木宣还年轻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耶稣，因为他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长久。耶稣所做的救恩显明，所以这4件事情，我们的专注在耶稣身上。好，来复习，周报上面也有。第一个叫做专心爱主，说一次。再来是认识主名，第3是求告主名，最后是什么？荣耀主名，荣耀主名。所以你跟耶稣的关系，好，就是你怎么样花你的人生的时间 ，spend time， 花时间，花多少的时间在耶稣的身上？过去1个礼拜，我刚才一开始问的，过去这个礼拜你忙什么事情？忙得非常的专注，但是这件事情，耶稣值不值得用你同样的专注的态度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当你认识，你就会专注在耶稣的身上。结论来看，神说，这是我们在今年1月开始读的圣经，你要尽心、尽性、尽力。这里多了一个尽意。所以这是从马可福音出来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后面是什么？很好，你们都有专注在读这卷书。这卷书叫什么书？1月读的《生命记》。生命记，Shema，就是你要听，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好，马可福音耶稣又把这个生命记第6章拿出来用。其次也相仿，就是要什么？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在上 A3 这堂课呢，就是爱人如己。好，但是我们在基要真理或是长大成熟，就是在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你要怎么样用你的人生完成这个功课呢？这是最大的诫命，最重要的事情。而你的人生设定，按照台湾人平均80岁，你要愿意花多少的时间爱神呢？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 ，one thing， 单数。这件事情不是学位，这件事情不是婚姻，这件事情不是金钱，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马可福音12章30节的，我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然后呢，爱主我的神。这是我在这一生当中
所要做的事情。当你明白了，你的人生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的人生会跟保罗一样，将万事看作粪土。就算我没有台积电，就算我没有这一些的豪华的享受，但是你觉得这些有没有很可惜？不会，因为人生有比这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啊。专注力的大挑战就是要爱耶稣。最后，牧师把爱耶稣浓缩成4件事情，这4件事情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你能够完成，那你可以称得上你这一辈子是爱耶稣的人了。哪4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读纸本的圣经。一个爱耶稣的人会不会不读圣经？我爱耶稣，可是我不读圣经，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我爱耶稣，可是我不用读圣经，你知道吗？这本圣经就是要带我们认识真理啊，所以你要读圣经。现在几分？45分，还有时间。最近牧师去参加一群牧师的聚会，参加这个牧师的聚会呢，然后呢，他们就是读圣经的聚会，很棒。可是呢，我发现每个牧师呢，在来参加这聚会的时候，有没有带圣经？只有我有带，还有另外一个牧师有带，只有2个人带圣经，其他人都没有带圣经，其他都什么？拿手机。明明知道今天的聚会是读圣经，他们就拿手机出来。拿手机出来之后，好，我们来读今天的哪一段经文？好，那天读的是诗篇99篇。读了99篇之后呢，说我们读了第一轮，读完之后，你对这段圣经有什么？你看见什么？然后大家就分享一轮。再读第2次，读完之后，你听见什么？好，大家又分享一轮。然后第3，你读完1次后，读完第4次后，第3次后，你有什么回应？你想要做什么？大家又分享一轮。这样子的读圣经简不简单？很简单。可是呢，你会错过很多的内容和重点。但是因为那天我有带圣经，所以呢，我读了99篇，发现呢，99篇里面我有做过笔记，所以我第1轮的分享呢，就把我在圣经上面的笔记呢，就分享一遍。这一篇呢是大卫的诗，然后呢是在列王记上，然后讲到圣殿献殿的时候，就开始分享。然后当大家分享之后呢，第2轮的时候呢，我又分享说这一首诗篇呢，从第1节到第9节，一般学者的分段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圣经可以再怎么样分段？其中还有一个牧师应该是3个人有带圣经，因为其中一个是我的老师，他在美国，他是视讯跟我们参加，然后呢，当你又分享第3轮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在这段圣经当中的分享就越来越深入，好像在挖宝一样，在挖宝一样。所以读圣经不要只有滑手机，读圣经要读纸本的圣经。跟你旁边说，读圣经要读纸本的圣经。你的手机的圣经可以做笔记吗？可以，但是你可以做多少的笔记呢？没多少。就算你带了一台 iPad 可能你可以写上去，但是呢，只有当你真的好好读纸本的圣经，你才能够有记录。牧师有分享过，你每读一段书卷的开始，其实你就那一卷书的第1章第1节写上几月几号，几年几月几日，做什么用的呢？就是当你下次再读到这边的时候原来我是在几年前读过这段的圣经。这是我从我高中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习惯。高中的时候我的圣经就会在上面写日期，因为那时候要把圣经读完了。所以读纸本的圣经是圣灵要帮助你怎样进入真理。第2个，你爱耶稣的指标就是你的祷告会不会开口。我们每次服事都有在这边会前的祷告。会前的祷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耶稣开口。为什么有时候祷告不敢开口？因为你觉得害怕别人会听到，你觉得你祷告开口的时候呢，别人会听到你在讲什么。但是你的祷告是祷告给人家听的吗？不是。当你的祷告知道是讲给耶稣听的，你也不会去在意或是去想别人会不会听到。当然你也可以小小声的，但是当你的祷告越来越明确的时候，你的祷告
会越来越壮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一些彼得，他们本来祷告是连祷告都不敢祷告，聚会都不敢聚会，大家都躲在房子里面，门都关起来，窗户都关起来。可是当他们开始祷告之后，圣灵充满之后，他们祷告到地都震动，然后风都吹进来这个里面，每一个人祷告的都被圣灵充满，带着火焰出去。所以他们出去祷告之后呢，他们就是领受圣灵，福音就跟圣经还有真理，就跟着这群祷告的人就开始出去到从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第三个指标呢，就是你爱耶稣，你会参加实体的聚会啊，实体的聚会。我所谓实体的聚会呢，不只是礼拜，还有呢小组，还有呢装备，还有呢各样的造就服事。你爱耶稣，好，你会愿意在这些事情上面花时间。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实体的，你没有办法实体的小组，那你这对于耶稣的爱呢，还是有限制的。而实体的聚会呢，代表什么？我们爱耶稣，而这些聚会的加总起来，就是在建立教会。所以圣灵充满到后来教会的建立，就是一个聚会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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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聚会，大大小小不同的聚会，而初代教会就在这些聚会当中开始。最后，爱耶稣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奉献要到什么程度呢？有感觉的程度。我来问一个问题：今天你打算奉献多少？然后呢，这个奉献对你来讲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没有感觉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奉献多少，这就是一个反射动作。我看过教会现在有一些成人的奉献，他的奉献呢，跟我20年前看到他在当学生的时候的奉献怎么样？差不多，差不多，表示他的奉献20年来有没有进步？没有。那有一些人的奉献呢，跟他主日学的奉献有没有一样？也是一样，表示他的奉献好像在给上帝小费。如果你有上过 A1， 你有上过初信造就，认识奉献就知道，奉献不是在施舍，不是在给神小费，奉献是一个尊荣的事情，是把神给你的用来尊荣神。这是一个功课，是一个祝福。当你的奉献没有感觉，当你的奉献无感的时候，你的爱耶稣就没有到那个程度。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然后呢，你的心就在那里。所以你说你爱耶稣，可是你的奉献就会证明你对耶稣的爱有没有真的愿意，或是你还是有很多的保留呢？当你奉献到最后，不是只有金钱，奉献时间，奉献才干，奉献才能，而这个奉献呢，也把你自己带到永恒的当中。所以这有4个指标，都是在圣灵降临节，圣灵所要赐给我们的，就是圣灵来了。我们读完约翰福音有说，他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保惠师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要把我们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就是教会。而圣灵来是要使我们能够领受耶稣的生命，能够死后复活，进入永恒。所以从复活节到圣灵降临节，第一个10天，其实我们已经超过第一个10天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复活节后的第14天哦，已经是第13天，明天是今天是第14天，今天是礼拜6。所以第一个10天的操练，就是你有没有专注在爱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如果等一下有小组的分享，你可以分享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最容易让你分心离开神的人事物，还有你曾经在爱耶稣或是敬拜当中非常专注的经验是什么？以及我们要来祷告的，就是像老鹰一样，你虽然飞得很高，这个世界看了很多，哇，世界的荣华富贵，世界的高山低谷，可是呢，你只有 focus， 像老鹰一样的专注，锁定目标，
锁定人生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没有别的可以取代，就是耶稣基督。祷告，你我们都有像老鹰一样的眼光，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十字架在前面的人，这些人都不会取代那个十字架耶稣与你的关系，而是你能够知道耶稣是你生命中的唯一，而你认识他的名，你专心爱主，求告主名，而你的生命也要来荣耀主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知道圣灵来不仅是要使我们得着生命的气息，圣灵来还要帮助我们学习专注一件事情，就是爱耶稣，认识耶稣，敬拜耶稣，荣耀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恳求你充满我们每个孩子的心，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还能够呼吸，让我们还能够行动，让我们还能够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明白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孩子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所有，是我们的唯有，是我们的全部。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耶稣你能，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再次宣告，耶稣你能，耶稣你能，是的，耶稣开我们的眼睛，耶稣医治我们的心，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却为。最后一次宣告，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神真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我们敬拜我们的耶稣，唯有耶稣张开我们的口，宣告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更大声的说，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最后一次宣告，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
成就，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我要邀请大家，这个时候闭上我们的眼睛，我要邀请你一起来祷告，跟耶稣来说话。我要邀请你开口来求告耶稣。当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这样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尽心尽性的爱你，我要尽心尽力的爱你，我要尽意尽力的爱你，我要尽意尽力的爱你，我要从圣经来爱你，我要从圣经来爱你，我要从祷告来爱你，我要从祷告来爱你，我要从聚会来爱你，我要从聚会来爱你，我要从奉献来爱你。我要从奉献来爱你。我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情，我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爱神爱主，就是爱神爱主。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求圣灵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充满我，充满我，让我有专注的心，让我有专注的心，专注的灵，专注的灵，在爱耶稣的上面，在爱耶稣的上面，让我的生命可以为主而活，让我的生命可以为主而活，可以活出爱神的人生，可以活出爱神的人生。虽然我的人生有缺乏，虽然我的人生有缺乏，有挫折，有挫折，有失败，有失败，但耶稣你能医治我，但耶稣你能医治我，你能释放我，你能释放我，你能使水变为酒，你能使水变为酒，使无变为有，使无变为有，使贫穷的成为富足，使贫穷的成为富足，使软弱的成为刚强，使软弱的成为刚强。靠着耶稣，靠着耶稣，我能得胜，我能得胜，靠着耶稣，靠着耶稣，我有平安，我有平安，靠着耶稣，靠着耶稣，我有圣灵的充满，我有圣灵的充满，我的生命要荣神益人，我的生命要荣神益人，做光做盐，做光做盐，为主发光。为主发光。孩子祷告，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门。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叫狂风巨浪，叫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叫狂风巨浪，叫狂风巨浪平息，他能赦罪新生机，耶稣无人与你相比。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经、祷告、聚会、奉献的操练上面，能够一天比一天的爱你，能够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的爱你，能够一年比一年的爱你。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一个专注爱主的生命。孩子们，献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阿们。门。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这个时候，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奉献。
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珍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过去1周里保守我们出入都平安。今天我们聚在你面前，不只是奉献金钱，更是将我们的心再次献上给你，保守我们的专注力，使我们更加专注于神。感谢接纳我们微笑份额为主事工所用，求你悦纳。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在最后的阶段，我们再用更深的敬拜，再更开口的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主耶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有专注的灵，一生一世爱耶稣，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服侍他，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大家平安。平安。好，我们现在是报告的时间。好，第一个要报告的是，本会的性平小组，就是性别平等专案小组。成员有陈牧师，然后顺正长老、牧养部长，然后廖松辉集会长老，然后义俊跟嘉生长老以及处女长老跟庐山长老，还有苏城长老等7位牧区长老。如果
兄姐在教会中有发生性平的事件，可以通报性平的小组成员处理。好，那牧师补充一下，在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好，那有性平3法，我们会连续3个礼拜，好，介绍哪3法？今天介绍第1法叫做性别平等工作法，请大家说一次，性别平等工作法，好，就是要消除职场上的歧视，好，同工同酬，防治性骚扰，促进工作家庭的平衡，好，所以这是2024年3月上路，那里面的核心内容呢，好，就是禁止性别歧视。不能因为性别、性向、性倾向影响招募、甄试、聘用、分发、配置、考绩、升迁或薪资，还有保障婚姻、怀孕、工作规则、劳动契约不能约定怀孕分娩、育儿就离职，明确化性骚扰定义，包括有敌意的工作环境或是交换式、条件式的性骚扰，都可以要让性骚扰的申诉机制更完善。那包括请假当中呢，包括生理假、产假、产检、陪产假、育婴假、哺挤乳的时间，好，家庭照顾假，好，等等呢，都是在性别平等工作法当中呢，好，受到保障。而且呢，在职场当中，如果有性骚扰的情责呢，好，这个雇主呢，好，要有罚锾，而且呢，雇主要加重罚则。所以，如果你是当老板的，好，你要好好的训练你的员工，好，在教会、在当机构当中，好，也是要大家都要注重性别，好，那的平等。然后呢，行政救济，好，就是如果雇主违反规定呢，受雇者你可以向地方主管，好，向警察局，好，都可以随时提出申诉。但是若是积极，在这个性别平等工作法上呢，好，有表现优良呢，好，政府会有经费注意，好，在这些的公司行号机构当中，好，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第一个好性平3法，第一叫做性别平等工作法，大家再说一次，性别平等工作法，谢谢。好，那不只是在教会当中，在职场跟在学校都要平等对待我们周边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好，那下一个是5月3号的礼拜天会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然后要受洗的报名者可以在4月19号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那要受洗的话，要先完成坚信礼，要完成坚信的话，需要先完成那个基要真理的 A1 的课程。好，再来是 WMP 的敬拜赞美祷告会。就是迦南教会跟那个永光长老教会的联合敬拜赞美祷告会，那时间是在4月22号礼拜3的晚上8点到9点。那当天会有亚伦传道跟亚伦传道跟亚拿传道来主理，兄妹，他们是兄妹，对。然后在地点是在这边33号新堂。那敬拜团的同工，请7点就到新堂参与敬拜研习。好，再来是侍奉部门的报告。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要招募会员，那入会的会费是500元，年费是200元。那请缴费给协会总干事，就是牧宣执事。那收费总干事。那收费到本主日的4月19号为止。欢迎大家加入来支持协会的事工。再来也是侍奉部门的报告。就是松大讲座在4月22号礼拜3早上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家不能没有好马大，然后讲师是江儿老师。那想要来参加的详情可以看中报。再来是政府推动115年志工管理全面线上化政策，自5月1号就是下礼拜五开始，下礼拜五开始。改采全面线上核发电子志愿服务记录册，并停止寄发纸本。周间兴趣班，再来我们的音乐，像乐器方面的会开始开课。那目前贝斯班跟吉他班都有开课，是5月15号开始，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半上课。那满4个人就可以成班，所以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名。那想学乐器或者是想要有在台上敬拜的这些机会的话，大家可以透过这些兴趣班，或者是跟你认识的人学，然后大家一起来培养这方面的专业，然后一起来敬拜主。再来是2026年的关键面对，
基督教福音协进会4月21号，礼拜二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半，在本会堂金堂这边举办2026年关键面对。那详情在电梯的布告栏跟周报的封面上面都有。再来是一样是教界消息，就是专题讲座迎向未知的老化。竹中松年部与平安7月关怀协会在4月25号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与杨梅教会合办。那不用报名费，在4月19号之前向苏醒长老或者是美英执事报名就可以登记午餐。好，这是肢体消息。好。台山区的芥菜种小组林月香姐妹，就是曼双干事的外婆，在4月8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受98岁，然后并且定于4月25号礼拜六早上10点，在桃园区殡仪馆至真堂举行入殓礼拜，11点举行火化礼拜。那在下午2点，本会2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好，再来就是小组时间，那大家就去小组吧。好，拜拜，彼此请安。